美國以為攞咗李嘉誠喺巴拿馬運河嘅2個黃金港口，就可以以此嚟要挾我哋中國。喺北極嘅寒夜裏邊，78歲嘅霍震霆帶住佢個仔霍啟剛，頂住零下40度嘅寒風宣布，從聽日開始，中國貨輪繞近度再都唔需要兜遠路啦。盡管西方嗰班船老大將運費壓到比成本仲要低，正等住睇我哋嘅笑話嘅時候，霍家硬係將賺咗3代人嘅老本幾乎全部都壓咗上去，整整砸咗200個億，硬係喺北極呢個冰天雪地裏邊鑿出咗一條新嘅航道。喺零下50度嘅極寒裏邊，中國破冰船碾碎咗厚厚嘅冰層，開出咗一條新嘅北極航道。傳統蘇伊士運河航線需要35日，1.3萬海里嘅航程，喺北極航道縮短到18日，7900海里。上海至歐洲主要港口嘅運輸成本直降42%，碳排放減少65%。更震撼嘅係喺格陵蘭島建設嘅冰松中轉港，配備自主知識產權嘅模塊化智能碼頭，實現零下40度環境之下72小時自動裝卸作業。呢一種時空壓縮效應，使長三角製造業集群對歐訂單嘅響應速度超越咗本土供應商。意大利某高端製造商被迫將採購嘅半徑從500公里擴展到5000公里。馬六甲海峽嘅咽喉要道索馬里海盜嘅致命威脅喺北極航道上邊化為無形。中國海運保險聯盟數據顯示，北極航線貨損率僅係0.07%，較印度洋航線降低90%。更關鍵嘅係呢一條完全由中國主導嘅通道，配備咗量子加密通訊系統同分布式導彈防禦體系，使美國第7艦隊喺白令海峽嘅巡航變得毫無意義。當美國貨船仲喺度一個接一個排隊嘅時候，中國貨船卻早早享受上咗 VIP 通道。而家每日都有12艘東方大國嘅巨輪喺北極嘅冰面上邊不停穿梭。北極航道粉碎咗美國封鎖中國航運嘅企圖，而霍家亦都用行動再次證明，真正嘅豪門係為中國14億人開拓。小紅書